屏东潮州三角公园边啊是单行道甲主干道的路口，虽然有标示爱停让，不过民众拢无咧信道，无咧打动。警方在暗时就伫咧现场抓违规无停让，2点钟内就开出41张罚单。那个停是要完全禁止下，还是有慢就行了？ 民众甲警方确认停让的规定，警方继续将无停让的车抓落来开单，初一暗时短2点钟就开出41张的罚单。地点就伫咧屏东潮州三角公园边仔的引道，因为是单行道，而且会接到主干道中山路，所以涂骹画有停让线甲停标语，但煞互民众当作参考用的。对了，开在了开，你想这一条路每个人都停一下，到那边你不是那边塞更多嘛？无停你就罚600，大家拢是罚你吧？汽车也无，轿车要停，即摆停咧啊，我停咧啦，后壁人若无停，我弄就要安怎？600起跳的罚单，互民众真不满，认为应该先宣导，但警方强势处理嘛有原因。中山路车速较紧，而且车流量大，加上边仔就是公园，民众行来行去，若无照规定停让，就直接接入去中山路，可能会发生事故。依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45条第1项第18款。 行经设有停车再开标志、停标志或闪光红灯号志之交叉路口，应依规定停让，违者可处600元以上到1800元以下罚锾。 警方表示，交叉路口发生事故占总数6成，其中无照规定让车是肇因之一。今年已经有200几个人因为无停让事故过往。6月开始展开交通大执法，只要看到路面画有停单线还是停语标志，汽车爱停落来，机车至少爱伸脚踏地才搁徛，若无拢会食罚单。为着抽脱行人地角的风险，警方会继续处理，建立驾驶路口停让的观念。记者陈焕武、柯建准屏东报道。